哋有困難嘅時候，無論你係乜嘢宗教信仰都好，哪怕你冇宗教信仰，只要你身邊有你嘅屋企人，有你愛嘅人，內心嘅嗰份信念，就可以帶到精神上嘅支持你。好想好安靜咁樣同大家分享以下嘅呢首好好聽嘅作品，亦都會提出我今晚嘅第一位嘅表演嘉賓，送俾大家以下呢首歌《神愛世人》。好有數，我好有好多份喎今晚，好開心。請大家俾掌聲，鄧小巧。大家好，我係鄧小巧。多謝小巧。Thank you，多謝大家。